今日同大家咧去講解咧一個電話號碼嘅組合。而呢個電話號碼組合咧，好多朋友咧喺改電話嘅過程入面咧，成日都遇到，成日都經常走去問下 Ken Sir 呢個電話組合得唔得？呢個電話嘅組合可唔可以用？而入面咧，我都聽足你嘅指示係冇23570㗎啦。咁呢一個電話號碼組合係啲乜嘢咧？假如閣下第一次入嚟咧睇 Ken Sir 咧教你點樣咧運用呢個電話號碼數字咧去提升個人能量嘅話咧，就記得就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 啦。過往咧我拍咗咧超過1400條片咧，就講合到咧點樣運用電話號碼數字能量咧，就幫人提升咧就自己嘅運氣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好想咧學懂啊，或者甚至乎想認知 Ken Sir 點解咁犀利，可以幫人哋咧去透過電話號碼數字咧，令到自身能量提升啊，甚至乎可以咧就係上個樣右個樣咧，就記得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， 同埋睇翻我之前嘅所有介紹過嘅影片啦。一個好莊嚴、好認真，同埋要求大家去做嘅一個動作，準備好你嘅紙同筆。呢個電話號碼，如果你出現咗有呢個9698喺一個電話號碼頭4個字，即係尾5係一個8字，尾6係一個9字，尾7係一個6字，尾8係一個9字。咁如果我哋簡單啲咁講，一個電話號碼8個字之中，頭嗰4個就係9698嘅話，有啲乜嘢嘅事情發生？而呢啲事情，呢一啲事情咧，對於我哋嚟講咧，係咪一件好事咧？尾5位係代表咗你嘅事業位，你嘅事業位擺個8字落去，咁會唔會有問題？唔知道點解會㗎？會咁不負責任講呢一句？因為你嘅命格係咪適宜擺一個8字喺你個尾5位咧？因為尾5位係代表咗你嘅事業。富康易貴，你嘅財富、你嘅事業嘅位置。如果你與生俱來，你嘅命格、你嘅能量唔係用個8字，如果純粹真係貪一個諧音，發啊，8就代表咗會發達嘅話，咁你咁樣擺嘅話咧，可能係會反行其道。所以唔係我哋個個人喺個事業宮入面都要擺個8字落去嘅，大家清楚嘛？6係一個9字，嗱8同9咧組合埋一齊咧，你嘅事業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你有足夠嘅流動資金啦，同埋就係你係會越做越開心嘅。但係我想講翻，都係要配翻你嘅命。但係如果純粹論98嘅話，可能唔係你事業發揮得好好，你嘅叫做升職加薪啊，或者你嘅業務拓展啊，或者你公司嘅擴展咧未必合理想，但係你會做得好開心咯。咁好定唔好，睇下你嘅定位，你要啲乜嘢啦。但我最想講嘅就係，如果你嘅電話號碼入面尾7係一個6字嘅話，咁就出現咗有9698行頭嘅情況啦。呢個情況你就會有一個好想為自己去做一啲改變，你想將自己嘅生意拓展海外，或者你想將公司嘅人數去增加，因為實在係太唔夠人用啦。又或者你想將公司嘅做嘢嘅範圍，或者係嗰個叫做工作空間租過一個更大嘅地方，或者買自己擁有嘅廠房同單位嘅話咧，你會受到咧呢一個轉變咧，係經常會有同事啦、拍檔啦、投資者啦爭拗嘅情況，甚至乎你嘅同事係因為你話要拓展，佢怕咗呢份壓力而離你而去嘅。所以呢個電話號碼9698嘅話咧，你嘅改變會招致好多反目成仇。直接啲咧，你好想你自己學懂嘅，亦都可以透過啦片尾嘅聯絡方法咧，去諮詢翻咧 Ken Sir 點樣可以參與到我呢個網上課程。世界各地嘅朋友咧，只要你上到網咧，都可以學習到。甚至乎你學咗咧喺當地幫人設計電話號碼咧，都無任歡迎嘅，因為 Ken Sir 絕對係當你係成為一位師傅咁樣去教導你哋咯。無論你想再延伸落去啦，去到尾8嗰個位置係個9字9698出現嘅話咧，你做事做得好開心。但係當你要去改變或者去拓展自己業務，或者拓展自己一啲個人嘅成就啊、升職加薪啊、錢財啊、改變性格啊、戒一啲壞習慣嘅話，會招致好多人係同你反面，因為你轉好咗，咁即係佢差，咁佢咪唔中意你咯。而個頭嗰3個數目字係出現咗969嘅話，即係你唔單止會受到你嘅現金流嘅捆綁，或者係你身體嘅健康狀況去捆綁，再加埋富康易貴，尾5係代表咗你嘅財富，尾6係代表咗你嘅健康，亦都代表咗你嘅現金流，尾7係代表咗易，係代表咗驛馬咁解。
尾8係代表咗貴，即係幫你嘅人。你每一次嘅改變，你都會招致你嘅貴人啦，同埋你嘅現金流咧，對於你產生好大嘅壓力。因為尾8位個9字係幫你嘅人，如果你提升咗能力高咗嘅話，幫你嘅人你唔需要佢幫嘅話，佢咪好冇嗰個存在感，所以佢會去壓制你，唔俾你去做任何嘅改變。你提升咗嘅話，佢咪好冇呢個存在價值。點解係咁？因為你嘅電話969字頭，你就會好吸一啲就係好想像力、好自我以為是或者自圓其説，或者中意自我安慰。再直接啲講就係自我感覺良好嘅人，佢幫你得一個目的，就係要攞感覺良好。你運用嘅電話號碼係出現咗9698閒頭嘅話，呢啲幫你嘅人啦，就會好多時會係鉗制你，唔俾你去改變。因為96係一個反面數，96係一個病嘅數，96係唔聽人講嘅數，甚至乎所有嘅領袖都受到克制。所有嘅改變都俾人捆綁住。如果你有呢個數字嘅組合，你自己真係要注意你自己嘅言行舉止啦，同埋就係好直接講改咗個 number 佢啦。雖然9698 4個都係吉數，但係吉數都有5行嘅相克，再加埋能量係要配合嘅。喺唔同嘅命格，喺唔同嘅要求，要嘅數字組合都會有唔同嘅配搭。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唔清楚唔明白，喺下面有個 WhatsApp 電話留言俾 Ken Sir 啦。睇完呢一個影片咧，你好想咧 Ken Sir 咧為你去設計一個電話號碼咧，心想事成嘅話咧，你可以透過片尾嘅聯絡方法咧，就聯絡翻 Ken Sir 啦，可以嗎？又或者咧，無論你係想問課程啊，定係想我幫你設計，透過 WhatsApp 同埋微信可以聯絡到我啦。下一個 video 再見大家，拜拜。